我屌啊！但係講真，爛遊戲啊！唉，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 FPL Flop 啊，一個專門提供毒藥 tips 俾大家嘅 FPL channel。哇，上個禮拜大鑊29分，唉，冇咩好講，爛遊戲真係爛遊戲。但係講真，爛遊戲啊！爛遊戲啊！大佬，你睇我 Captain 4分，上個禮拜大聲推薦嘅 Captain， 唉，4分，冇嘢好講。唯一值得安慰嘅係阿仙奴嘅後衛依然係成績非常彪炳啊，6分，輕鬆鬆。好，真係冇咩想講，我哋直接去咪住，講翻上個禮拜條片先。喂，大佬，成個禮拜得嗰幾十個 view，各位隊友幫手宣傳下得唔得？幫手 share 俾你身邊啲 FPL 老友得唔得？大家一齊過嚟睇下，你過嚟睇下，過嚟啊！邊仔過嚟睇啊！Auntie 俾錢你，有嘢睇啊！有嘢睇你。喂，大佬，即係再咁搞落去，第二條片就執笠啦。跟隨呢個試當真嘅步伐啊，所以拍檔啊，大家想繼續接收多啲散奶 tips 嘅朋友，希望大家可以睇多幾次，因為老實呢個數字好撚丟架，愧對列祖列宗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comment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好，唔想再回顧呢個 game week，直接跳落去下個 game week 睇下有啲乜嘢重點嘅球員推薦啊！核心又講多次啦，上個禮拜都提過嘅馬迪達啊，上個禮拜都話咗噶啦，如果上個禮拜唔入嘅話，今個禮拜入手呢，一定係會升價嘅。果然係升咗嘅，但係唔緊要，佢依然係值得入手嘅一位球員啊！水晶宮上個禮拜都講過好靚嘅賽程，所以我將會大手買入水晶宮球員。最主要係我引救呢個基約高利斯啊，實在引救佢爛啊，場攞個2分，keep 住攞2分，我哋睇一睇先啊。嗱，自從 Game Week 5開始啊，1、2、3、4、5場都係攞2分啊，可以話係穩定嘅選手啊，堪稱穩定王。穩定有呢部啊，穩定王。作為一個前鋒啊，場喺度攞2分，真係引救佢啦！哇，講開又講啊，真係。我有個老友呢，佢又係玩 FPL 噶嘛，跟住佢話：喂，佢阿仙奴 fans 嚟嘅，然之後佢喺度指責我啊，話：喂，連達斯咪又係咁攞嗰2分、1分、3分，又唔見你話佢。哇！我真係聽到之後火都嚟，興合合，即刻滴咗佢埋牆角，軍訓咗佢一波。嗱，第一點。FPL 中場有5個位，連達斯佔咗1個啫，即係1/5嘅位。大佬，我哋前鋒得3個位，你呢條契弟已經佔咗1/3嘅位啦。前鋒位好寶貴噶。第二點，人哋1分2分，佢5球半咋？你睇下你個高約基利斯攞成9球嘢喺度俾個2分我，穩定王，你點樣比啊？老實講，阿仙奴嘅後防球員全部都好出眾，全部都係寶。但係攻擊球員，你老味個唔係人嚟嘅，全部都戰犯嚟嘅，手強攻弱，本身諗住後邊先揭曉噶啦，而家講起有啲懵，順便劇透埋啦。呢個禮拜我就係諗住用呢個馬迪達換走呢個高約基利斯，我實在引救佢啦。呢個係我第一個轉會，另外一個後邊再講。好，我哋講下水晶宮另一位球員啊，後衛 Munoz，上個禮拜講過，唔多重複，總之就係好球員，攻擊力強嘅後衛，賽程又好。一流，唔使諗，直接買。但係如果資金緊缺嘅朋友呢，我哋可以退而求其次啊！我哋揾翻水晶宮嘅另一個後衛 Richard。係啦，呢個 Richard 呢，數據上啊，同 Munoz 係冇得比嘅，但係勝在夠平，4球半啫，4.5個 million。進攻嘅表現可能冇咁好，但係都可以拗一拗啲 clean sheet 嘅分啊！咁水晶宮就咁多啦。我哋講講下一個球員啊，擺埋一齊講啦嚇，冇咁重要，因為主要都係推水晶宮啫。好，下一個就係呢個賓福特嘅球員啊，泰亞高啊，數據相當彪炳啊嚇 ，XG 去到0.57嘅 ，XGI 去到0.59，僅需6.2個 million 啫，啊6球嘢可以揾到一個咁好嘅前鋒翻嚟。係抵嘅，而賽程嚟講呢，
我哋睇一睇賓福特嘅賽程，輕鬆的場阿仙奴稍微硬少少嘅啫。咁啊，講講呢個球員有咩好呢？佢至今為止咧入咗6個波噶啦，周中嗰個杯仔佢都入咗個波，然之後佢亦都係賓福特嘅12碼操刀手啊！簡單啲嚟講就係一個首發球員，又抵埋又好賽程，仲要係射12碼嘅，唔使諗啦係嘛，買啦，有位就買啊！若然你話覺得喂大佬遲啲對阿仙奴咁都冇問題嘅，你 Game Week 15再買都得，不過就可能會錯過咗搬嚟呢場波，輕鬆波嚟噶嘛，坐底入2波噶啦，所以睇下你想呢個禮拜買定係 Game Week 13對搬嚟先買，抑或係過咗阿仙奴呢一關你再買呢？自己諗，我就冇位啊，所以我唔買住，各位隊友可以考慮下。好，下一個 VDV 雲迪芬啊，上個禮拜風頭躉最多分嘅一位球員啊，攞到23分啊，分別入咗2個入波同埋1個 clean sheet 嘅。我個專業分析我就覺得虛火，我哋唔可以因為某個球員某一場突然間爆發咗一嘢，我哋就一嘢就衝埋去，因為呢啲風頭躉呢，佢23分呢啲係老實講可一不可再嘅，我覺得係唔需要盲目衝入去嘅。但係熱刺嘅賽程呢，我就覺得唔係話好樂觀啊。呢個禮拜對咩啊？對車仔，跟住對阿仙奴，跟住對紐卡素、利物浦，唔樂觀，俾我就唔會入啦。我專業嘅建議就係唔好買呢位球員，但係你話要衝嘅話，你咪衝咯，我都唔會反對，因為的確係好價錢，攞嚟做第5個後衛都冇問題嘅呢個價位。好，我哋嚟到下一個冇乜人想關心啊，呢隊波近排狀態非常低迷嘅利物浦啊，照講啦，即係大家咁睇低佢嘅時候，其實我哋係咪可以從中獲利 take advantage 呢？嗱，我哋睇一睇呢個伊基迪基啊，因為截止到錄音為止一刻呢，伊薩係未有最新消息 update 嘅，仲未知佢幾時好翻，仲未知佢幾時企得翻起身嘅，所以呢，伊基迪基個位可以話係穩陣啊，應該係會場場都首發出場。其實根本上就係應該佢打首發，我都唔明利物浦買個伊薩翻嚟做乜嘢。首先伊基迪基打首發基本上都有表現，大家有目共睹嘅。之前佢同埋利物浦個勢都係好好嘅，直至到伊基迪基除衫慶祝攞黃牌呢個事件之後呢，利物浦嘅戰績可以話係一落千丈，係咁輸。所以希望而家趁伊薩呢個傷勢未有明確嘅復出日子呢，我哋都其實可以淺嘗下呢個伊基迪基嘅，比起伊薩佢更加 fit 到利物浦嘅體系。好啦，嚟到轉會呢一 part 啦，個銀包係有一球嘢響手嘅。今個禮拜有2個動作，第一個就係頭先講過嘅高約基利斯呢條友走硬，第二個因為我要買阿仙奴後衛，必須要犧牲一位後衛去成就呢件事，成功購買咗呢幾位球員。好，呢個將會係我今個禮拜嘅最終鎖定嘅陣容啊！哇，大家睇一睇，都係一個搶分嘅陣容啊，好明顯係2個阿仙奴後衛呢度都20分都有啦，可能。而家最大問題係乜嘢啊？你冇2個阿仙奴後衛呢，你會跑輸俾 FPL 其他玩家，因為而家人均都2個阿仙奴後衛，一係龍門，一係後衛。所以你冇翻2個喺度呢，你絕對係跑輸呢個大市啊！直接一支紅箭嘴向下，坐底點都要有2個阿仙奴嘅嚟包底，然之後其他嗰啲你再任意發揮。好，首先呢度強啦，連大師都會走嘅，但係今個禮拜已經冇轉會名額，都唔會用分嘅，所以留到下個禮拜呢個連達斯先會走。到時買邊位球員呢？大家留意下啦，就去收睇我最新嘅節目。然之後呢個沃德馬德和達馬特上個禮拜終於係冇分，但係佢周中又入咗個波，火力係相當驚人啊！睇下前邊呢3位，閒閒地都呢3個加埋一轟你10個波嘅人均 hat-trick。今個禮拜為咗表示我對呢個新引援表示呢個信心啊、信仰啊，決定俾個副隊長袖標佢，正隊長嘅袖標呢都係留翻俾夏倫嘅。上個禮拜非常之小丑啊！我仲諗住係咁意都轟翻2個波俾我，等我攞20零30分離場嘅。一個人係唔會連續做2個禮拜小丑嘅，所以呢，隊長別無他選，繼續下輪呢
呢個就係我最終鎖定嘅爆分陣容啊！大家識玩嘅直接抄我呢個陣容，我諗應該都所向披靡，可以贏到你 mini league 入邊嘅其他對手噶啦已經。咁呢個禮拜就暫時講到咁多先，希望大家留言啦，喂，得閒留言，我啲片已經冇人睇噶啦，再唔揾幾個人留下言呢，石沉大海我 channel 啊！希望大家留言講下咩都好啦。講下你自己有咩心水啦，講下你嘅隊長選擇係邊個啦，你有咩睇唔過眼，講下我呢個咁完美嘅陣容入邊，到底有邊一個位係有瑕疵啊？積極啲留言，積極啲 like、subscribe 啊，唔該。咁就希望大家爆分，下個禮拜見，拜拜。